咱再来看唱水人涉弊案继续的传销，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表示讲，又甲录音档送予韩国政府来协助调查，也毋过伊嘛强调讲，国防部是知影这内容无牵涉到机密。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表示讲，伊知影这录音档案件嘛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事，因会来配合检调的调查。尖水南涉漏避讳案持续的议论，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互人指控加机密资料交予韩国国安单位。马文君初五伫面册证实有送出人伫讲的录音，毋过伊表示，迄个时阵有甲资料交予国防部商务处长邦茂宏。邦茂宏是讲，这是厂商伫竞争，无虾米特别的机密资料泄漏，所以请调查局也个韩国政府协助调查，因为家己袂使无举报。有，我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啊，我们点点滴滴我都有参与嘛啊。现在这个案子整个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程序啊，检调也会来问，所以我们到时候一切就配合检调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的话，我们会全数提供。国防部长邱国正初日表示，知影录音这件代志是毋是有机密性，都交由检调去判断。希望这件代志会当平和落幕，因为这是对台湾的建设有帮助。马文君初日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真激动要求检调对当初讲的有军火商假资料交予中共大使馆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进行调查。他是始作俑者。这件事情说以后，第二天我们的确海军同仁有跟他接触，可他自己讲说，好像他并没有指明赵信贤哪一个人，就是不能够再做一个评论了，越评论会越。部长，我没有要你们评论，我说你们要怎么做。是毋是甲这个案立案调查？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立足牵涉到刑事责任，交予检调搜证依法处理。立法院12/27要邀请国防部长邱国正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尖水南这个议题一定会阁变作焦点。记者综合报道。